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火起来的。对大家来讲，塑造东西是嘛嘅呢？有的人讲啊，塑造东西是有限的时间，可以帮自家表现一下。对另外一部分人呢，唔係哦，佢唔單止係個興趣，佢甚至於講將一個興趣變做個工作呢。今本日啊，我哋有請嘅在地好朋友，佢都係對塑造超有興趣，將一個興趣啊變做佢自家嘅工作哦。到底佢做嘅係乜嘅呢？接下來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嘅賴大哥。主持人好，各位客家鄉親，大家好，我是賴志堅，喺屏東縣啊嘉東鄉嘅人。哇，歡迎我哋來自嘉東鄉嘅賴大哥，等一下呢就麻煩同大家分享一下咯。賴大哥，今本日啊有請頭到我前面嘅時間有同嘅觀眾朋友講嘅嘛吼，係興趣係做一啲塑造嘅東西，錯冇？這個更加塑造嘅東西，嘅興趣係做乜嘅啊？興趣哦，就做果凍，跟一般就是親子在家裡面就是可以互動的一些小玩具。哦，這個更加本身嘅工作係做乜嘅？喺副卡開花店，然後嘛有嗰啲葬儀啊，葬儀社。哦，兼做葬儀社。人哋講禮儀社嘅部分嘛。哦，這個以前嘅工作都係做一個嘛？我以前4年前喺啲軍中服役當輔導長，然後退伍了後就去職訓，然後學了木工跟手工皂，然後果凍的部分呢是剛好認識一個網友，他推薦我，然後我跟他一起去上課學習做果凍花，然後陸陸續續後來就我們家對面小朋友剛好就是我們家鄰居，他剛好孫女長大了，然後有常常偏個不喜歡吃東西，我做果凍給他吃，然後久了之後他覺得鄉親也吃了覺得不錯，就大概就鼓勵我說有沒有在販賣販售，然後我就搭配了嘉東的市集，我們哈來嘉東的市集老街市集開始在慢慢的去推廣果凍怎麼做，在家做或者是來跟我買都可以。哇，安尼聽講來大講，這個興趣真是幾廣泛的。不過聽到頭都有講，最頭下嘅工作係做嘅軍人嘛吼，做邊做軍人係對某個時間開始的呀？2000年。哦，我們陳總統上任那一年，你做久啊，2000年都更加，你是人10年，我做了10年。哦，10年，10年。哦，難怪有個看來有個周邊的感覺。還有時你想講退伍之後要做其他的工作，所以這樣先去做個上職訓的課程嘛，吼。對，那時候就也不曉得要報什麼班別，剛好看到有個綠生活班，我想說我們家開花店，搞園藝很正常，然後去了之後才跟我說是搞裝潢，做裝潢，學做裝潢。他說我親戚也做裝潢，也剛好跟我們就是剛好企業有家族的關係有，我就想說好，我就去報這個班，然後就遇到了教我這個的那個職訓局的周老師，他就很認真的教我從不會鋸木頭到考試考證照這段過程。他都協助我，之後還幫我推薦工作，然後我就做了大概約5年多的裝潢木工的那個伴師，學徒跟伴師。你做這個算做木匠也怪厲害呢吼！你看人家興趣有做好嘅資訊呢，木匠，有頭都講嘅手工肥皂嘅，再來又有嘅果凍嘅，還有銅碗嘅，哇！你真是怪厲害的，乜嘅都好嘅呢。因為這剛好是一個連貫，因為木工這裝潢做到一半，剛好我在職訓也有學一點點手工皂，然後剛好工作的案場隔壁，我們就剛好在上畫，剛好有一個手工皂材料行在那邊，我就去問了，然後那個老師說他在新營，那時候我在新營工作，在新營社大有開手工皂班，然後就鼓勵我去參加。哦，你來睇講，這個對一個手工塑造啦，吼，挺有興趣。這個有想過講，這個做乜個有興趣同辦些路卡部門嘅影響嗎？還是有其他原因呢？我覺得應該是，以前辦事的時候，我們福卡是起主意養豬，然後再一個人在家就很無聊，爸媽都會出去，然後就出去找那個跑生意，然後剩我一個人在家，就常常自己在小時候嘛就喜歡玩東玩西，就玩出一個興趣來之後，到了長大之後，想要把這些興趣找回來，所以就開始去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你自己到後面的時候，唐公你這個裡面還做的
特别手工皂，还可以咧，我们讲的工作室也来卖也条手工皂。你自个对也条手工的变做个工作的时间，兴趣到工作要用的之间，应该有落差吧？对你来讲，会不会落差很大？其实不会，因为就是把兴趣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就觉得就像我们就是我部队的习惯，我部队就在部队可能觉得很无聊，但是我把这个兴趣带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部队生活当中，你就觉得每一个事情都会跟手工都有关联性，然后跟你的兴趣也有关联性。像我是从做这个木胸开始，先从木胸，再来手工皂，再来到果冻。其实这个我就是跟他说，这是跟人家说这是一贯的一脉，因为有了木工的基础，就去学手工皂，你发觉有通呢，这个互通，再拿手工皂的理念来做果冻的调色，也刚刚好。然后再拿果冻来对木工，也刚刚好。这样一个搭配的组合，我就觉得说，这只是我已经把兴趣融入到我生活当中了。我大概也分不出什么是兴趣，什么是特别会有什么落差都不会。对你来讲已经关系的啦吼。不过将把遐个兴趣做工作，对有的人来讲，尤其喺路卡的人可能会有某种的想法。路卡的人可能想法想讲，遐个兴趣专做工作，可能会有其他的想法吗？刚开始蛮无奈的，他们觉得蛮无奈、蛮惊讶的，因为他们是说，他们之前有说我退伍了，他们也要把工作辞了，就叫我回来那个。就他们说，我退伍的，他们就要把他们自己原本的划掉啊，工作停掉。可是后来也是一样，默默的，就是继续做下去。然后我退伍之后，也就是去外地啊，去行养鸦片，工作，然后他们也管不到，然后我那边也有我们老师负责管理我，所以还好。故作等到我规做种的时间，可能看到人家斜杠铁刀的，讲伊个花做木箱的，又有做个果冻花，又有做那个手工皂的，然后点到都出，而且还不是只有单纯做呢还会做可以去教人家做欣赏的呢，安尼一类来讲好的，像自个做木箱，刚刚呢还不会看到的那个全部係自个兴趣用做木箱的兴趣做出来的，那个很算嘛个呀？铜腕嘛，这年的搞的东西算铜腕啦，因为这个是当初看了一个那个影片，然后做出来的鲁班凳，然后最旁边那个作品也是看了影片，那个花架也是影片做出来的。那个是花架然后我用那个装潢的那个干燥花，它不能承重，它就放干燥花，上下2层，所以说上面可以放个花瓶的，下面就可以放干燥花。然后这个是。它其实都不是实木，它就是我用那个装潢的木芯板把它定出来的。然后中间的这几样呢，就是那时候去年那个疫情严重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搞东搞西，想说刚好我要玩导览，那我就来做个响板，当一个快乐的说书人。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中间那一个手摇的番薯鼓，那个是有一次在摆市集的时候，我去买了一个，我之前这个是我去年买了一个竹子的在玩，然后我们乡亲的孙女看到了，说我不卖它，就跑去跟他阿公说，我不卖他这个，他阿公就跑来说这卖给我，你去自己做木头的，去学一个，自己学木头的，去做一个出来给那个自己玩。于是我就做了一个白色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温度蛮高啊。就手拿着摇了之后，它每一只的声音都会不一样。这主要是刚好我以前有在学装潢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影片，他说木风铃，然后我用这个原理，木头敲击木头会产生不同的声响，然后就把它做出来的。其实嘛，佢會有某種嘅聲音，係木其他的材質某種用，也係講地杯嘅材質的問題，然後還有硬木跟軟木，它敲擊的聲音也會不一樣。嗰種書嘅同書嘅安尼敲擊嘅聲音都會某種用假使講用嘅唔係書嘅，佢敲也會有聲音嗎？有，這樣一般都是用罐頭。我們就是如果家裡有養貓的，可以用貓的魚罐頭。然後我之前是用竹子做的，我在學竹編，然後我們老師也是他說用竹子做的竹筒的。它敲的響度呢都有不一樣，然後我試做過罐頭，也有一般的罐頭也有看因為你的支撐架的不同，產生的效果也會不同。
会有回音啊，所谓的铁的回音。哇，要给拿出来，马上分给点一下，用一下，我给上映出来，全部你的视线都会看到鸦片来那种。然后摊贩几乎，我们那个市集摊贩很多那个摊商，他们自己都有跟我买一支，想念他的时间拿出来装一下，然后坏掉的时候就直接找我修。真是，那个除了收嘅牙机嘅之外，看到书风还拿那个 T P 的，这是嘛个东西啊？这个人家叫鸟笛，就是它利用它其实是个真空管，然后这个海绵沾了水之后，就类似像伸缩喇叭，国中的那个小学的课本有讲，叫伸缩喇叭，然后吹出来的声音就会仿佛像鸟的叫声。哦，真是的哟，阿弟用做的吗？这刚好是我妈妈在冬天的时候，冬天前她为了那个竹子要好那个，我们家有种竹子，然后这算是那个可以食用的竹子，所以她把它砍下来之后，我就拿其中一节，然后自己做。哇，真是有要个吼，真是神发个轨道的奇妙呢吼。哇，观众朋友谈到来泰国的分享，也看到很多精彩的东西，还没感觉其实这个为苏州东西也唔会难呢。这个苏州的东西，本这个平时的生活加强轨道的神奇的部分哦。不过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休息下，另一比赛马上过来哦。前面讲到来泰国，佢自家因为兴趣好嘅青岛、木匠啊、苏州，甚至于讲去做嘅木匠，和自家可以来做一条生命嘅搞嘅东西。不过除了安尼，其他还有哪条嘅故事呢？继续来请教来泰国咯。来泰国，你对一条兴趣做苏州嘅，係對你之後開始嘅嘛？不過你萬世都睇你這個前後面同面是做一條蘇州嘅東西啊。你喺周邊嘅時間，係唔係也有看到某個，也學到某個？在周边的时候有在做啊？周边其中碟歪到东引，然后那边很冷，然后有一次就无意中拿到一本那个编织的书，它叫《手指编围巾》，然后看了之后就很有兴趣，就想去买材料。然后我们那时候读书在北投正山学校，然后附近有一间那个手工材料行，我去那边看了之后，那个就去买了毛线，然后那时候老板也很热心，教了我钉板。然后我就把就因为这个缘故呢，然后刚好恰巧我们外岛的富人，他们也就是平常在家也是习惯用棒针，就因为一直接触毛线、围巾，都是跟围巾有关系的。然后我就刚好一直接触到这些之后，我就想外岛这么冷，我也编一条围巾给我自己，所以我就买了材料。就那次就很好笑的是，我从高雄坐客运到台北，大概4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从上车。先做好，收个花边，完了之后开始钉板、毛线拿在手上。到我下车的时候，当我下忠孝东路的时候，那一条大概2公尺长的围巾已经围在我的脖子上，直到我要下到那时候承德路，在承德路下车。下车的时候，那个司机还请小姐告诉我说：“哇，先生，你好厉害哟！我们司机说你呀是一个你老婆一定很幸福的。”跟他说我单身未婚。然后之后我下来的时候，那个司机还特别起立，从驾驶座起立向我敬礼。然后小姐也是，就是我下车的时候，因为就我一个人，她还特地跟我鞠躬。那司机就是我那一次，我第一次遇到司机在我下车的时候会跟我鞠躬，然后他说一句：“哇，这位先生，你真的很厉害。”哇，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做那个摕诺杯的时间嘛，应该周边的时间地杯不会用到一条苏州的东西吧？围巾的话，因为有用外岛实在很冷，如果没有御寒的装备那个都很容易冻伤。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有就是教弟兄自己在我们可能休息时间、晚上自由活动时间的时候。来学做钉板编织。哇，我等一下，因为你周边的时间和搞给其他周边的弟兄来学一条手做的东西，都做围巾一条嘛。其实谈到的时间不会讲，会反抗，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吗？没有，就是纯粹采取自愿式。你想学我就教你。因为我们在外岛，我们那个连队连长很开放，就是训练要正常，但是自由活动时间你想要学什么。
我们能提供的就尽量提供它。哦，唐风呢，真是周边嘅世界同头摆嘅世界是咱无共用的呢。以前人讲啊，好某个东西英雄底背，轻松莫暗呢，像操课而已。对，卧虎藏龙啊，然后对木工有兴趣，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连上有个弟兄也是在做木工，他就我们那时候就连上就出材料，请他帮我们订一个仓库，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木工有一个小小的基础，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不过咧，头先有讲到讲用树枝来做个围巾、做编织，你真是有做出来吗？我有做了一次，从13针变10针，然后花了快一两个礼拜，然后结果导致手指头啊这两节都发炎，而且是中指跟食指。是啊，然后那个时候都无法弯曲，因为这是长期维持那个姿势在编，然后就那个每次点名的时候都无法握拳，都只能比这样子。你点名的时间会不会有影响到？等下连长点动的时间，我尽力啊，我长得高还好，连长没注意，他就看到前面这边有拳头而已，他没注意到后面那个，他就算知道了，他也是笑笑的。对，只要你学的也到其他的东西，那像头头有讲到一个数工的反件，你这个学的一旧。从106年开始学，然后后来也有去考那个手工皂的那个讲师证，之后就因缘际会回到我们嘉东那边教手工皂。然后一教就是有时候开班开得成就上课，然后不然我有去其他的班队去跟其他老师学习。嗰種要送嘅學嘅手工嘅反件之後，將來學一個前面人看到一個果凍杯嘛，吼，個果凍杯通講唔做嘅係喺唔單像按根本你看到嘅有色神嘅哦，含底部還有花嘅果凍花啫嘛。你嗰種果凍花，我用慢去學啊，看來挺難呢。那个这一句话知难行易啊，它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可能看到会很难，但是它就是我福卡葵花雕嘛，拿起一朵花，花瓣一片一片的剥下来，你就知道那个原理是怎么样子的。不过cái果冻安尼液体咧，唔係倒下去嘅時間，記錄凝固嘅哈，凝固嘅時間都做唔得用嘅啊，還是液體的時候倒下去全部又湧中啊。它就是因为果冻啊，这果冻杯的形成是它的主体，它主体是透明的，我们先给它一个果冻，然後再開始用液體的果凍液注射進去，然後它就慢慢會裡面就會凝固成型成一個花瓣。來睇個安尼眼啲啊，真是做一個手做嘅東西，係喺個可以失敗嘅天分咧。像平時安尼講，安尼感覺講幾簡單，真是安尼手做結論搞嗰種嘅東西嘅時間，真是。那就是之前講的，興趣融入到生活之後，一切都變得很簡單。講嘅安尼啦，不過根本你打落去感覺有幾奇妙嘅一個果凍杯，除了一個色神，佢很用辦去挑出來，按到木種用嘅呢。這是蝶豆花遇酸變紫。然後它如果是正常是藍色，然後會紫色呢，就是因為前陣子我們那個市集的攤友，他賣香檬，然後委託我幫他設計一個香檬的果凍，然後我就把香檬滴進去的那個蝶豆花液裡面，它會從藍變成紫。底部種的係乜嘅東西啊？蓮霧。我們在地的農產就是蓮霧。三個種進去底部做嘅，口感同味道好嗎？不錯。其實也是看那個時節，因為在蓮霧盛產的時候，有那個鮮果可以使用，在蓮霧不盛產的情況之下，我就會採用我們嘉東農會他所做的那個蓮霧的加工品果醬、果粒露來做它的那個果凍杯。嗰時候也可以有得賣。就市集，因為它不能保存很久，鮮果部分，然後我也為了注重品質，我也大概就是只有在市集販賣，就是來我們嘉東玩的時候，有市集的時候，就可以來我這邊品嘗一下不同的味道。你來睇個有個果凍杯按醬按到某種嘅色神啊，大家看到嘅時候會講這個果凍清醬清好食，然後講人哋看到嘅結果按到佢係手工嘅反件啊。有，這個常常有人問。然後有些看到說這個是那個水晶蠟燭啊，我就說這個沒有蠟燭線，你怎麼點？然後有說這是肥皂啊，那你覺得我現在在吃的是什麼？然後我們鄉親有時候都會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常常不懂那個，因為我會
每次摆出来的东西，他们就觉得，因为我之前是教手工皂，所以他们觉得我推这个出来的时候，都认为这都是手工皂，都认为我是在卖，因为我曾经有做过这种果冻的肥皂，然后他们觉得啊，就是卖肥皂吗？不是，我都是在卖果冻。对你来讲，做一个手工的果冻杯，还是种手工的饭店来讲，其实两个都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哪一个说更难，还是更简单啊？都一样，原理都一样，只是肥皂要放比较久，因为它还要晾皂。果冻是马上做完就可以吃。时间上来讲，果冻更简单。你發睇不時會睇做嘅事業啦吼，睇下第一擺做事業嘅時間，你自己還有印象講有冇嘅個特別的事情嗎？那時候我都跑嘉東的市集，然後那時候跟我們嘉東第一次開始有那個去年的時候開始有老街市集的開始，就是邊賣銅碗，那時候還不是自己手做，還是自己去批發，然後跟賣果凍，主要是推果凍，然後兼賣玩具，結果因為位置太偏僻，變得老闆都不顧攤，都幫人家介紹古蹟去了。老闆不顧攤跑去介紹古蹟，用咩按呢呢？因為剛好就是那些導覽員剛好他們都在忙啊，然後又有遊客來，然後我就剛好在地人，就順便幫他們解說。哎呦，你這個也可以去帶一個討論，意思係講，平時也有對一個古蹟啊，也係講嘉東嗰邊嘅歷史人文，也該有注意啊。一般來講，討論這個也有得做功課啊，冇那有安好，一下都可以去討論帶人家去咯。因為我是覺得客莊啊，來客莊最好就那個，我希望的是說每個人都能夠碰到外來客，我都能夠為他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在地的歷史。而且我剛好平時算開花店嘛，初一十五要送花，然後我借了這個機會，把我們鄉裡面大家走了一遍，哪裡有古蹟，哪裡有個很特殊的地方，然後我大概都知道位置，然後只要有人在我們臉書上有人問，這是哪裡？我大概都可以知道他詳細的地址在哪邊，然後我就引導他們去。你這個對一個討論吼，對一個嘉東的歷史人文有興趣？有去報一擺個屏東縣政府舉辦那個觀光的帶路人，一個討論人員的培訓嗎？有，結果只考到了竹田跟新皮。時間沒輔導，結果去考其他地方。就是嘉東的知道的時候已經在舉辦了，然後沒有報名，然後就我妹妹去啊。結果唔考到唔係這個嘉東嘅，偏在鄉鎮呢。可是其實也很好玩，因為可以去看看，不要說只看嘉東，我們可以去走出其他客莊，6堆客莊很多，然後它每個村莊、每個客家文化都不一樣，然後就這樣子的機會，可以多去走走，多去看看。原來安尼，哇！觀眾朋友，哇！來睇各位神法真是鬼奇妙、鬼神奇的。沒想到這個做手工的東西，做個有興趣的去做事情，還可以變做討論人員呢，真是鬼奇妙一件事情哦。不過做討論人員，佢係用辦用功的呢。讓你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來睇各位人生故事哦。我帶人家去做討論嘛，這個本身嘅功課一定要做足。不過有個功課我對哪開始做呢？來大哥，頭有講到講，這個會去，但係唔過就去替人家做一個討論嘛。這個本身對客家文化有一個興趣，有一個了解。平時係用辦去做一個功課呀。因為我們家也是開那個禮儀社，然後都會去，有時候那個會場會在人家的老家祠堂裡面，然後就從他們的堂號開始一步一步去看，我們客家人的堂號，什麼賴氏的堂號是什麼，然後陳氏的堂號是什麼，就這樣子逐步，到後來開始就習慣去找書來看，然後本身喜歡看書，就找看有沒有相關的關於姓氏堂號的書，後來再看看有沒有跟客家人有關的書，然後陸陸續續就是後來就開始去學着去看各鄉鎮的鄉志，鄉志裡面就會有對於他們地區的記載，然後跟着那個記載去看，我想要看的地方，我想要找的地方，找的位置是現在大家已經被遺忘的地方，就這樣陸陸續續，然後開始收集
我的资料，对这个有兴趣的就开始去慢慢去探讨这个故事是什么，然后就越衍生越多，从基本的唐号开始衍生到了我们客家的文化，以及我们的习俗，然后每个加上这次导览又去了高树，又有竹田，又有新皮，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不同的地方，然后越钻研越多。像我上礼拜去竹田，我们竹田的导览的这个团队，他就开了一个花环编织，然后在里面我就看到一本书很不错，就是《台湾客家民族植物图鉴》，然后我看的是应用篇，它里面就包含了我们以前客家人早期的铜碗，或者是一些客家的那个植物的算是植物染的方法，在那书上都有。可是那本书就是绝版的，所以我只能在那个时候大概隐约的看了一下。讲到遐个部分，对客家文化既然有遐个兴趣，有去研究的，对自家的本身的文化有去研究嘛？就家族的部分，像乡内嘛，又在家动，迄家动的内部，也係講下埔頭的內家村的這片的人呢？有，就是有去稍微研究了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算是分支，然后在本家的部分，好像在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把祖产卖了。你這個對地輩真是有深度家族地輩的故事啊，也係嘛個關係的東西嘛。目前還沒有琢磨在這一塊，我比較偏向建築、歷史建築方面。因為學木工的就喜歡去看它的歷史建築啊。嗰種唔會帶大家去看像嘅小屋、內屋、老屋，也就係木匠嘅老屋地輩嘅木箱、木造的建築這些嘛。有機會都是會講，然後也會告訴他們怎麼去看。然後因為他有些，但是因為像蕭家他們自己有本身的導覽員，我們也不可能說去干涉到他們。然後但是作為外觀的部分、外部的部分，我們能知道的，或者是遊客有來或擺市集的時候，我都會隱約為他們介紹。所以常常有遊客問我說：“先生，你是蕭家的後人嗎？”不是，我只是路邊來賣果凍的。但大家會講，哇，人哋一個魯順喺度賣果凍都按厲害，家都按多人才呢。對啊，我就是看到有遊客來說，不知道去哪裡，我就告訴你說，你要現在去哪裡逛。因為我覺得這是我作為在地去推廣我們嘉東的算是一個義務，因為我們有義務去讓大家了解嘉東是什麼樣的一個特色的村莊，然後有什麼好吃好玩的。真是你自個做一個市集的經驗嘛，因為嘉東的市集也係今年自己才剛紅來的嘛，民眾的反應同這個蔡天年的反應，睇你哋看來有冇相同的部分嗎？剛開始意見蠻多的，現在的話就會偶爾都會來看，因為有些是特色美食，他們像客家板泥黑的，他們都會很想過來買。因為有時候他們那時候才會大宗啊，平常買不到的時候，這個時候才會來買。講到一個菜體的提升啊，做一個果凍的時間，有做菜體的提升，像生果。你自個對生果研究啊，有除了用那個果凍杯底杯之外，還有想到某個木匠的用法，也係一種推廣的方式嘛。之前有嘗試做過蓮霧造型的那個肥皂，然後那時候選果選的那果不好看，然後就是所以說做成那個造型的時候，自己都蠻灰心的。嗰時候這種做反間的時間，還會用真實的生果來去做一個膜，就是先細膠灌膜，然後再脫膜之後再去做。可是我那時候選果那個果，太大，可是它不高，然後又偏矮，它算是後期的蓮霧了，然後。所以那時候拿到的樣本就這樣子，做了2次都感覺不優，所以就後來就放棄了。因為我想要找有裂果的，讓真正的裂果在地上，然後空空的個刺眼，比較自然的。有幾個味道在裡邊。哎呦，安尼可以個這樣可能是某一天啊，到時就真是會變做我哋嘉東特色的電路呢。你來睇過，你這個除了做一條手工啊，做設計一條，你按摩還之外，還談過你哋學校的地方上課哦？有，這目前的話就在台南的2個國中教化工社團，然後禮拜5的話晚上是在我們屏南社區大學的嘉東分班裡面教果凍花跟手工皂。
哦，嗰種也兩部分，伊咧係新年嘅各種嘛吼，各種嘅學校啊，同佢人沙期太好啊，各種同沙期太好，其實學嘅東西也係講準備嘅內容，我有冇相同冇？内容那个准备的东西是大同小異，然後就是在於上課的氣氛，那個國中生比較活潑，然後那個社區的那些長輩們，他們呢主要是可能打發時，就是可能培養興趣，二就是說想要嘗試一下新的東西，然後說我年紀了，反正家裡晚上閒沒事的時候，就出來學一下新的活動。然後就是活到老學到老的那個意思，然後小朋友呢就是活到小玩到小。哦，你從學校嘅學生嘅見按說吼，見有某個目標講天馬行空嘅想法，睇做一個手工房間嘅時間，會不會刺激到不有目標嘅靈感？有，他們有時候我們有時候像會玩調色，就類似像活動一樣，7個顏色這樣慢慢調。然後他們去調色，然後每一個人在用調色的鹽去做變化的時候，每個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或者是我們在手工皂液裡面調色，每個人的想法都會不一樣。然後在於成熟人的方面，他們會下的顏色會比較穩重。然後所以說學生會比較鮮豔，然後那個我們社區的大學的那個學員，他們會做得比較穩重，就是因為太花俏的他們也不敢洗，學生是喜歡越花俏越好，越香越好。你小朋友今年第一擺做出自家做手工房間出來的時間，給人反應那種輕佻呀，一個還真是有失敗的就很那個失落呢。一開始因為真的有失敗，就是前幾天，我們那個有學生做，然後可能就是每次講解的時候，自己都沒有注意在聽我在解說，然後就自己做失敗之後就懊悔，然後我就在旁邊跟他們講，這沒關係，因為我們手工皂沒有一個所謂的失敗的作品，就在於你怎麼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它，去看待它這個你做出來的成品跟成果，就跟果凍一樣啊。我會跟學生說，跟他們學員說，你做你就不要怕失敗，那一根針對準了插上去的那一刻開始，你的東西你的作品就已經慢慢的逐漸在成型。所以他們就是秉持着這個原理，慢慢的去做果凍花也好，做肥皂也好。我都會不斷的希望他們像學生，我希望他們把這個做這種手工皂的體驗，能夠未來帶到他們自己考試的時候下去了，有努力的做出來的，不管成果如何都是完美的，這樣鼓勵他們。最起碼係講手工房間失敗嘅期限係可以用嘛果凍杯、果凍花來講，你蜜頭冇做係只是不好看，還可以試的最起碼係訓練自家，本自家做一啲興趣可以表現啦，也好學一啲目標嘅東西，本自己讓自己的心態啦，又可以調整去轉化。其實做一個手工最重要嘅部分都係咁樣，譬如一啲正常好嘅興趣本自己在忙碌之餘，也係講上課之餘，可以轉化一下自己嘅心情，係咪安尼？自己咱那個學手工都經過差不多1多年嘅時間一從。以手工皂來說，差不多5-6年了。5-6年了木箱咯，對木箱幾時開始？木箱木作的話，從以前就那個應該是從職訓中心開始，差不多也是10年前。哇，其實按你19年來學嘅按度，你下一步呢有規劃有新的東西要來學。有下一步再學竹編。我要做那個，我要找到竹田。我們竹田以前是用那個土龍，它是竹編，然後底下就在夯土，在苗栗有人做，然後我希望在竹田的時候，我也能編出一個屬於我們竹田的一個磨米的那個碾米的那個土龍。碾米一個土龍，那個很難形容。那個在苗栗還是新竹那邊有個姓賴的師傅，他有做。他是年輕人，30幾歲，然後他有放影片，他7年前的影片。然後我也希望說，因為這個機遇現在我找不到師資，所以我現在開始從基礎的竹編開始。然後阿婆以前也是學這個的，他自己以前會做給我看，然後我妹妹沒看過。他就是我阿婆以前會去砍竹子，自己砍竹子。我們家當時有竹子，他自己砍竹子，自己編那個竹籠。有時候是裝米、裝垃圾或裝一些雜物的。然後我就想說，找回以前我們阿婆以前那時候的那個手藝回來。土龍有個東西冇講更加啦吼，很各種以前就已經過少的呢，可以重現的話，可以個經典的一個文化。因為現在比較的話看得到的是6堆文化園區那個
火龙，火龙的部分，归人的火龙，我们家中也有，然后新皮也有，但是都是因为没后继，没有人继承，然后我像这样那个年久失修，但是可惜的就是没有去开放给人家参观，他们都有100年的那个火龙。希望下一讲有个机会的话，真是俺们的客家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加油也个手工啊，可以好好的，天天来把个文化复兴过来啦吼。某一天讲俺们好嘅心气，只是说为了转换俺们的心情，吼，本自家过好，还可以听受到菜地的产业，吼，菜地的文化来作为的复兴，最终的用意系咩安尼？哇，观众朋友，今日真是唐诶！俺们赖太国的人生故事啊，真是鬼神奇又鬼感动诶！这个兴趣可以做做工作，甚至于讲帮助俺们菜地的文化、菜地的产业来成长哦！哇，再一次感谢俺们赖太国今日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啊，从安精彩的作品哦，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乡亲的聆听，欢迎啊有空来我们家东玩。